人家台湾人国手示范的哟，古早国内酿炸上最也推出改良式的美式料理，唔单止有人同本单为个油嘅炒面拍板，改良做个健康嘅板条蔬干，某里也有一家酿炸同夜板糍粑也都客家传统嘅点心，做啊个冇按甜，又个 Q 哦，手工来做含罗丰富剂，我本消费者是嚟到客家美食的秘密同健康。 本蛋係用芒果去炒，再個講以油葱、皮條，攪勻過後完成嘅好食嘅板條料理，也下有新嘅變化嘅。變做做當紅也出，地度包嘅強出嘅空間舒適件，完全冇共用嘅料理方式，實係用共用嘅食材。 因為也出舒適件嘅外皮就是客家板條。這個看到並啲做當紅嘅也條好食嘅客家脆包同腐板，人看到就當上嘅食，沒想嘅東人客來買。唔過要咋啥講，也下成啲自己冇唱調擺按好嘅。現在時代已經不同，多些甜品嘅時間，有講嘛，計天時有當出講。 哦，甜板做唔得，食多哦，食多有人又會用白人哦，啊，那又是一個打擊。啊，結果都種嘅時間，又講種植啊，卡路里很高哦。睇呢都係按你老師嘅方法寫啊，寫下槍啊，用搓啊。兩條雷都冇跌，也對之外啲42位高溫下，拖自家工廠內做事，將四槍啲嘅米用於機器地度，剛一水過後開始冇米。 他們冇做米醬，就從細水從用嘅流下來。每班嘅嗬，我數些名個，可唔可以處冇？喺處都調，嘅機器都調過，冇做出班我安尼唔要啊。這個將一桶一桶嘅米醬，當以脫水機脫水，當然想象脫水過後嘅米就變做為像係一塊一塊拍攝嘅結晶體。 仲會摘下鋼牙嘅起源味，對規則嘅製作過程做啲講係讀熟咯。這種東西就是從老一輩、奶奶那一輩就開始做了，想說如果沒有把它繼續保持下去的話，以後的人可能沒辦法接觸到這種東西。希望說讓這個東西可以延續到下一代去。 為做出好食嘅鳳跳板糍粑嘅也條客家糕點，會經過一出一出複雜嘅手續，也風兒行起唔樣辛苦。唔過天天觀念飲食觀念嘅改變，成地未受到影響。對民國98年，一年賣嘢出萬個盒，都經搶存大約5000盒。唔盼地看到工業度到失傳嘅危機，起源為幾天，為皮下也下後生人中意買街。 來工業創意大部分內來行銷產品。我想說，現在要做比較適合年輕人的東西，比較精緻一點，然後比較適合年輕人口味這樣，帶一點日式這樣子。好，然後但是也要維護我們客家的那種節儉的，就是不要太華麗，簡單的包裝就好。全部海都等於啊，自家去研究嘅，很多做很多生意人呢都也未知嘅，好。 也都全部搞我海頭去做嘅。規豐人團結共心，做出客家傳統糕點，按道工行過複雜嘅製作過程，各種各樣嘅客家美食就按呢完成嘅。經過按道辛苦嘅過程，就出現嘅做當紅嘅也條成品。 呢度嘅推廣客家美食，調價係同用心嘅改變嘅同道傳統嘅做法，就係本客家食嚟到美食嚟到用心。以上就係記者林建佑、黃子涵、啲苗栗作為採訪報道。